再来关心罢免的战场，第二阶段连续进入最后的阶段，今日早起罢免叶元之团体到新北市的选委会送件，领衔人这个苏淑华就话讲有信心唔免补件就会通过，所以要全力呢迎接第三阶段。叶元之是主张伊的政绩牌，强调讲伊的文证拢排伫前几名，地方服务嘛真认真，伊也毋过罢团的攻势真强。当时桃园甲台中罢免这个国民党立委的团体嘛伫这一天。就送件。抓新闻塔真悬，罢免国民党立委叶元之的团体一头早到新北选委会送件，带头苏淑华有信心，达成率154%。我们的团队有信心，不补件就可以顺利通过，而且全力迎向第三阶段。问政质询都名列前茅，他可以抹黑说我们都不在立院。2阶过了，那就3阶投票嘛。然后我相信我们板桥的选民的眼睛是雪亮。原来是乐观，不过目前敢来当主打政绩，不过第阶段的最后罢免的攻势嘛来到桃园。除了新北、桃园市第1、第4、第63区，今仔日嘛到选委会交联署书，罢免辜府顶造册48188分，罢免万美玲嘛上惊4万多分。另外罢免区绿华嘛达成目标。民主就是公民的一个议题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让它更深化以及更健康一点？好，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陈领衔人今天的回应，我们不太意外了，他终究是回避了论述的责任，这一点令人深感遗憾。提出辩论战来对决，罢免辜府顶的带头陈晓伟嘛全力回应。那当时台中的罢团嘛伫咧送件上尾港进前到选委会交联署书，其中罢免罗定伟的送件数，国确定的目标169.3%。另外罢免黄建豪送件5万多分，那罢免立院副院长江启臣的送件数是22776分，嘛是拄啊好达成目标。6区都要罢，台中区。全台罢免战进入西牛笑角的最后阶段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